来乡亲啊，继续震大消息，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今仔日以参选人的身份召开着第一场的国政记者会，现场是来200外的专家学者甲收听，也毋过有网友点名着赖清德，伫新北市万里的老厝是违建，甚至有可能是矿业的用地，根本袂使入去建物。民进党是透过网站来澄清，讲有合法的建造。 新北市政府有上新的回应，讲并无建造甲使用这条的资料，会阁来做比对，了后来判定是属于啥物款的这个违建。另外，赖清德的老厝是属于矿业的用地，将会甲经济部矿业局来认定这徛给使用是毋是符合相关的规定。 大家有200多个专家学者，国内边防点名，可能将做民进党不分区的前文化部长陈丽君嘛伫内底，全力收听赖清德头一场的国政记者会。蔡英文总统是0到6岁国家一起养，我会推出0到6岁。 国家一起养2.0，政策刚刚真红声，赖清德要规划台湾未来的愿景，所想袂到即摆万里的老厝红点名，可能是违建。 这两栋连做废厝，一间是赖清德的老厝，另外一间是建物。这栋顶悬的前建物看起来有淡薄无同，嘛引发着外界质疑。甚至阁有网友点名，根据地局导致系统显示，这是矿业的用地，根本袂当起厝。民进党赶紧发文来驳回，厝是亲情所有，建物有合法的建造。厝顶的前建物是为着防止日头晒影响老尾啊生活所建的设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请赖清德总统候选人出来讲清楚、说明白，那为什么放任他违建的状态持续这么久？是不是违建？新北市透早有派人去现场调查，是讲在郭文泰新调的老厝洪亚讲是违建了后，总统参选人因到的问题，拢开始放大来检视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